喂喂喂喂喂！好，我哋仲有10秒鐘就正式開始啦，盡快揾好你嘅位置坐啦，OK。好，啪啪啪啪啪。好啦，哇！今日咧，我哋咧亦都有好多同學過嚟支持你自己班㗎，嗌下你個班嘅班名先啦。OK，嗱，你越嗌得大聲，一陣間佢贏嘅機會係越大㗎。嗱，呢一度楊 Sir 講一講，今日係我哋呢一個定力大測試嘅初賽第2場。OK，能夠成功贏到嘅將會進入決賽，即係聽日嗰場就係決賽啦。會同埋星期一贏咗嘅同學咧一齊進行㗎噃。OK，究竟邊個能夠成為平衡之王呢 ？OK，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嗱，咁而家 sit attention。好，將時間交俾我哋嘅小思怡。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國小先數第1季挑戰1分鐘定力大測試。我係5 C 班莫雨恒。我係5 C 班唐巧兒。我係楊 Sir 啊，大家好 ，Hello。今次係第2場比賽，好期待同學嘅表現啊！好啦，嗱咁咧，而家咧我哋即將會進入呢一個初賽噶咯喎。咁咧，而家咧一陣間你睇清楚，究竟你嘅同學能唔能夠成功贏到呢場比賽？贏到嘅就聽日嘅決賽啦。好，咁樣而家我哋邊一個上嚟先呢？首先請初級組嘅6位同學上台，分別有2位1A、1B、2A、2B， 仲有1位現場嘅同學。OK， 好啦，嗱，而家咧1A 有2個1A、1B、2A、2B 嘅同學，咁仲有一個咧係現場觀眾嚟嘅喎。我而家揀個咧坐好嘅現場觀眾先。嗱，而家呢一場咧係初級組嚟嘅，咁所以淨係邀請咧1、2年班嘅同學嘅啫。OK， 1、2年班嘅同學，好啦，睇下先，揀下先。好 ，Miss 先揀啦，Miss 先揀一個。有冇1、2年班舉手？你6年班你唔好扮嘢喎。OK， 1、2年班。OK， 好，唔該晒啦，嚟啦，好，企過嚟現場觀眾，好，幫我企前少少喺飛碟前面呢個位置啊。OK， 飛碟前面，飛碟前面，飛碟前面，唔該晒。好啦，嗱，一陣間喺佢哋咧正式比賽嘅時候咧，我哋有裁判㗎。首先有我哋嘅星宿大使作為裁判，有等6位揸住 success 牌嘅同學幫我企出嚟先。OK， 好，唔該晒。另外我哋亦都有一位升級嘅裁判，就係 Miss 揮揮手啊 ，Miss。係啦，咁咧呢幾位裁判咧就會決定究竟邊一個能夠成功可以贏到我哋今日嘅比賽㗎啦。好，究竟佢哋會比賽啲乜嘢呢？第一關1分鐘內完成，放書喺頭上面自轉1次。好啦，嗱，留意喎，佢咧呢個自轉，當佢成功嘅時候，後面星宿大使會舉住塊牌，幫我舉一舉起你嘅牌。好啦，呢個牌代表 success， 即係代表佢前面嗰位同學能夠成功喺1分鐘之內完成呢套動作，係過關嘅，認住呢個牌啦。好，請放低手。咁而家呢，我首先又邀請另外嘅星宿大使幫我分配啲書俾佢哋。嗱，我哋本書呢係冇造假嘅，全部一模一樣，都係粉紅色，都係一樣嘅厚度嚟㗎。OK， 係啦，唔使揭啦，內容有啲唔同，但係頁數一樣，重量一樣嘅。OK， 好啦，嚟咯喎。我想問大家預備好未？對唔住，我唔係問你哋啊，你哋預備好未？預備好啦，好，擺好你本書喺度啦。嗱，一陣間呢個過程入面，如果佢行路嘅時候轉圈嘅時候跌咗嘅話呢，你要重新做過呢個動作㗎喎。OK， 好 ，OK 未啊？你嚟數啦。各位同學預備。開始咗啦，喂，轉啊！你做咩行啊？轉一個圈啊！OK， 轉一個圈。OK， 有一個成功咗啦。OK， 有3個女孩子都成功咗啦。好，男孩子都成功埋。OK， 仲有一個喎，快啲轉啦，你啦！仲有40秒嘅時間啦，絕對有足夠嘅時間嘅。
唔緊要，再嚟等埋你啊！仲有30秒啫，30秒仲有一半，加油啦！俾啲加油，加油！喂，係啦，俾啲加油佢啦，打下氣，繼續。係啊，擺好先，擺好先，唔使緊張啊！你仲有大約20秒嘅時間嘅。OK， 唔緊要，唔緊要，繼續試下。嗱，隻手唔好擺上去啊！嗱，仲有15秒嘅時間，加油，加油！一齊講下啦，加油，加油！啊，有8、7、6、5、4、3、2、1。哦，好唔該晒。哎呀，好可惜啊，能唔能夠成功為贏到呢個比賽？唔緊要㗎，一個好好嘅機會啊！好啦，嗱，多謝晒你啊！嗱，如果唔能夠過關咧，咁就冇辦法咧，就要落翻去台下面㗎啦。好啦，嗱，係咪好容易？都好容易係咪啊 ？OK， 咁容易嘅話，咁我哋準備下一場比賽啦。第2關就刺激啦，最快完成，放書喺頭上面，行到台前再翻原位。呢關要到快又要到穩，本書絕對唔可以跌落地。OK， 嗱，一陣間呢，如果呢啲同學去行嘅時候行去邊呢？就係行去你哋前面嘅雪糕筒嘅位置。OK， 你嘅雪糕筒喺呢度啊。OK， 唔好行錯喎，遠咗啊！嗱，一陣間行嘅時候，如果佢本書跌咗落地下嘅話，對唔住啦，你要原地執翻，擺翻喺個頭上面先可以繼續行嘅。OK， 明白未？明白可唔可以點頭？點唔到啊，應該點唔到噶啦，我同你玩下啫。OK， 好，擺好你本書喺度咯，我哋預備噶啦。請各位挑戰者就位，準備好你哋嘅笑容。預備。OK， 嗱係啦，本書唔可以攞隻手，唔可以攞隻手去托住噶。好，第一個成功咗。OK， 喂，擺好先啊，擺好先可以行啊。OK， 好啦，仲有2個，非常好啊。OK， 好，俾啲掌聲5位同學。哇，真係好激烈啦。好，又等你哋講下少少嘢先，我去確定一下個次序先啊。恭喜所有初級組嘅挑戰者，你哋都完成咗挑戰，表現得非常出色。俾啲掌聲佢哋，多謝初級組嘅同學。唔係512咩？應該係佢哋2個快啲。係咪1、2、3？哦，唔係，哦，淨係計前面嗰個咋，淨係計最尾嗰個㗎咋。係。OK， 好嚟啦。OK， 好啦，嗱，我啱啱同 Bishop 咧確認咗啦，最快嘅同學你哋睇到啦，係邊一班？就係2B 班嘅藍博。喊啦，藍博喊嘅 OK， 跟住之後最快另外2位就係1A 班嘅子晴，同埋1A 班嘅你叫咩名？博文。你都係博文啊？博文 OK， 好，呢3位同學就將會進入咗咧我哋初級組嘅決賽啦。俾啲掌聲3位，另外2位咧都好努力啊，俾啲掌聲佢哋。好，唔該晒星秀大使幫我收書啦。OK， 約定大家聽日啊，呢3位同學聽日就會進入我哋嘅決賽度啦。好，可以落翻去台下面啦，唔該晒。太線啊，係啊，個個都咁線㗎啦。OK， 本書係線啲㗎啦，睇下你個頭可唔可以咁穩定咯。OK， 好，咁我哋進入下一輪比賽㗎咯噃。跟住落嚟輪到中級組6位同學上台啦，分別有3C、4A、4B， 仲有3位嘅現場同學。OK， 又係3位現場觀眾嘅同學啦。好，有冇中年級，即係講緊3、4年級嘅現場觀眾，你好想嚟參與嘅？喂，你6年級唔好舉手啊！6年級做咩舉手？喂，我要3、4年級。嚇，冇啊，冇啊。OK， 好啊，嗱，羅老師同埋 Miss 睇下有冇啲3、4年級嘅先。2年班唔得㗎，2年班唔得㗎。OK， 3、4年班嘅，試一試啦。OK， 子怡啊，過嚟，喂，你對翻住自己個級喎，喂，你做咩扮現場觀眾啊你？過嚟 4B 呢度。OK， 3C 嗰個女同學咧，咦？呢度啊 ，OK， 對翻住自己啊 ，Miss 揾唔到你哋㗎。OK， 好，阿子怡，仲有冇啊？冇啦咩？仲有2個現場觀眾喎。啱啱我見到心柔，你舉手係咪？過埋嚟啦，仲有1個，有冇多1個 ？OK， 冇啦。
啊冇就算㗎啦，機會難得啦。OK 冇啦，哎呀有冇把握機會唔緊要嘅，因為5位咧一陣間都會一個龍爭虎鬥嚟嘅呢度。OK 好，有請星獸大使幫我準備俾書佢啊。咁我哋又睇下中級組佢哋一陣間嘅比賽係做啲乜嘢啦。第一關同樣係1分鐘內完成，放書喺頭上面自轉2次，係自轉2次啊。OK 好啦，今次呢，既然係中級組，一定唔容易㗎啦，要轉2個圈。啱啱最後都有位現場觀眾成功上咗嚟啦。好啦，究竟6位邊個能夠成功進入下一關呢？預備好未？好，預備好啦。OK，嚟。各位同學預備。好，自轉2個圈啊！嗱，1個圈呢就話好彩啊，2個圈呢絕對唔容易啊！哇！3年班最快，哇！OK，仲爭1個啫，加油！你仲有48秒嘅時間，1個圈，仲有1個圈，唉唔緊要，仲有40秒啊！再嚟，加油啊！穩定啲，唔使快嘅，最緊要做到1個圈。第2個圈啦，俾掌聲佢哋啦！不愧係中年班啊，只係用咗大約30秒嘅時間就已經全部都做完。咁不如我哋睇下下一關佢哋過唔過到啦？嚟啦！第2關1分鐘內完成，放書喺頭上面連續踎低起身3次，考驗大腿力量同埋平衡。OK， 好啦，嗱，今次咧佢要踎低又起身啦，你唔好本書都踎低埋啊 ，OK。好啦，究竟佢可唔可以成功3次嘅踎低起身呢？預備啦喎！各位同學預備。OK， 哇，都係係得1分鐘。OK， 哇，得咗啦！喂，完全冇難度啊！又俾掌聲，你唔使做咁多次嘅 OK 啦，保留力啦。好，又再俾掌聲佢哋，哇，完全冇難度啊 OK。好啦嗱，咁我哋真係要決賽㗎啦喎！一陣間邊個能夠最快完成呢一個第3關嘅，你就可以進入決賽㗎啦。預備。第3關最快完成，放書喺頭上面，行到台前再翻原位，本書絕對唔可以跌落地。各位同學預備。哇！唔好啦，嗱，你唔好啦，啊冇咁快啊，係啦，嗱，原地擺好先可以再行啦。哇！OK， 好啦，嗱，我又要問下天眼嘅 Miss 先啦。好，你哋又幫我講定嘢先啦 ，OK。太精彩啦！中級組嘅同學果然犀利，難度咁高都難唔到你哋。4、5、2、4、5 ，OK。好啦，嗱，啱啱咧可以放低塊牌先，好攰嘅星獸大使。能夠進入到決賽嘅，你睇到係邊一個？1號、2號、4號、5號。好啦，最快嘅我都睇到啦，唔使天眼 Miss 啦。最快嘅係2號林俊傑，掌聲。之後再可以入決賽嘅4號姚子怡，最後仲有一個傅憶婷。OK， 好，恭喜晒3位同學啊！亦都唔該晒咧，其他嘅同學你哋都俾得好心機啊！好啦，幫我咧收翻好本書先，我哋準備入最後嘅高級組嘅。高級組好難㗎 ，OK。好，唔該晒你哋，可以落翻去先啦。好，可以落翻去啦。咁我哋而家進入高級組嘅話，你已經想舉手啦嘛？OK， 好，我哋介紹埋先嚟。最後壓軸登場嘅係高級組，請6位同學上台，分別有6A、6B、6C、6D， 仲有2位現場嘅同學。好，2位現場觀眾啊嚇，我又交俾老師幫我揀一揀先。Miss 揀咗喎，咁啊，不如韓 Sir 揀一個咧。韓 Sir 啊，林 Sir 又揀一個咧。幫我揀個高年班嘅，OK，好，企翻去自己個班度啊。高年班嘅同學啊 ，OK， 高年班嘅，有冇 ？OK， 羅毅係一個，要多個高年班啊，仲有爭1個高年班啊。有冇啊？林 Sir 見面到？有冇？你又係高年班啊？原來揀咗你，OK， 好，過嚟啦，嚟啦。
咦唔係喎，喂唔係喎，點解多咗個嘅？點解數下多咗個嘅？點解多咗個嘅？又多咗個嘅？OK， 多咗個，不如咁樣你猜包剪揼啦。OK 嚟啦。OK， 猜包剪揼，預備1、2，喂快啲啊！1、2、3，1、2、3。OK 好，你可以留低，你兩個1、2、1、2改，再改，快啲快！唔係啊，你兩個得翻一個，得一個名額就係而家。好猜，1、2、3，1、2、3，1、2、3，1、2、3。哇！你夾好，你係咪夾好啊？你哋再一次啊！預備1、2、3。哦，唔好意思啦。OK， 好嚟咯，預備啦，真係搞掂啦。好啦，嗱，高級組絕對係唔容易，因為有一個難度好難嘅。你哋件褸都有褸噶嘛？係咪啊？有褸非常好。OK， 一陣間先除，而家唔使除啊。好，星獸大使幫我準備本書，睇下佢哋比賽啲乜嘢。第一關基本功，1分鐘內完成。放書喺頭上面自轉3次，係自轉3次啊。OK， 一啲都唔容易啊，2次都容易跌啦，3次究竟得唔得呢？好，擺好本書喺個頭上面，爭一本書喎，爭一本書喎，本書喺邊？喂，少咗本書嘅。本書入邊？本書入邊？爭本書，爭本書。我就講埋嗰句。真係。OK， 好啦，得啦 ，OK， 好啦，有少少阻滯，但係唔影響嘅。好，預備啦喎！終極定力對決即將展開，各位同學預備。好啊，3個圈啊。OK， 再嚟過啊，跌咗要重新計過㗎。OK。OK， 2個、3個、4個。嗱，呢本書楊 Sir 揀過係線嘅嚇。OK， 5個，揸一個，加油啊！喂，掌聲！ OK， 好，第二關啦喎，應該難你哋唔到嘅。第二關1分鐘內完成，放書喺頭上面連續踎低起身3次。好啦，踎低起身3次難你哋唔到啦，係咪啊 ？OK， 你哋估佢哋用幾多秒？10秒，係咪10秒就得？我哋就睇下10秒得唔得？預備啦喎，好，擺好啦，預備。各位同學預備。隻手擺翻落嚟啊，唔好擺上去。哇！全線完成啊，真係10秒都唔使啊！大力啲掌聲俾佢哋先啦。OK， 既然係高級組，我哋唔好放過去。呢一關真係難啊！介紹嚟聽下。第3關1分鐘內完成，放書喺頭上面着衫。OK， 嗱，本書喺頭上面，但要着到件衫啊。好啦，而家全部除起你件外套，用翻你件外套啦，好唔好啊？你自己件外套最舒服嘅。你使唔使調整一下你哋嗰啲咧衫袖啊，捲翻出嚟喎 ？OK， 如果唔係陣間你着唔到噶嚇。你哋有冇喺屋企試過啊？有啊，得唔得啊？啊，佢哋台上應該得嘅。OK， 10秒完成啊？得唔得啊？我哋上次嗰場咧就都好似係都係唔得㗎。OK， 好，預備啦喎，擺翻本書喺個頭上面。係唔需要拉鏈，唔需要扣鈕㗎嚇。OK， 好，預備啦喎。各位同學預備。跌咗咧，要擺翻好先可以繼續啊。OK。咁你隻手攞翻出嚟啦。OK， 隻手塞咗落去就算啦。OK， 仲有冇？哎呀 ，OK 啦，當你啦。OK， 爭少少啫。OK， 俾掌聲佢哋啦。OK， 哇，30秒都唔使全線搞掂啊。好啦，咁但係冇辦法㗎啦，一定係要揀最快嗰3個㗎啦。OK， 係咪啊？咁我哋就去到最後嗰個關㗎啦。嚟。第4關終極挑戰，最快完成，放書喺頭上面，行到台前再翻原位。好啦，嗱，我哋上場最快嘅5秒，上場最快5秒來回啊。OK，睇下你哋做唔做到啦。預備啦喎。
各位同學預備。喂，放咗要停下，停係啊，停低擺翻好先可以行啊。OK， 好，一個、兩個、三個。OK， 好啦，話今次真係要揾天眼啊。OK， 好，又交俾咧你哋去講一講先。星獸大使幫我收翻本書，我睇下先，我確定下先。現場觀眾你作快。OK， 好啊，好啊，好啊。OK， 你講埋先啦，我準備公佈噶啦。恭喜所有高級組嘅挑戰者，你都完成咗終極嘅挑戰。哇！太犀利啦！請大家用最熱烈嘅掌聲送俾所有勇敢參賽嘅同學。好，掌聲俾佢哋先啊，唔該。好啦，我想再確定一次啊，Miss 係咁樣啊嘛。係啦 ，OK， 好嚟啦。可以進入聽日決賽嘅嗰3名同學，第一個梁家姐 ，OK， 掌聲先啦，唔該。第二個陳嘉希，好緊張。第3個天眼嘅 Miss 睇到最後係你啊，呂正豪。OK， 俾啲掌聲俾，多謝晒台上面嘅6位同學啊！咁咧最快嗰3位同學聽日就會進入決賽㗎啦。好，唔該晒6位同學，可以落翻去啦。係啊。OK， 啦，你落去先啦。係啦。OK， 好，咁啊交翻咧俾小思怡先講。多謝各位同學、老師今日嘅參與同埋支持。我哋國小星獸第一季嘅我等決賽先啊，會拍喺拍拍。我而家未話走，全部坐翻低，聽埋思怡講嘢先，坐翻自己嘅位置。OK， 俾翻尊重喎。好。我哋國小星獸第一季嘅決賽會喺聽日進行，大家記住嚟捧場啊！今日嘅挑戰1分鐘定力大測試到此結束，多謝大家。好，俾掌聲思怡啦。好啦，嗱，咁而家咧，我哋咧嘅節目完咗之後 ，OK， 好啦，嗱，咁咧而家你聽清楚我哋點樣離場，同埋一陣間咧又有啲禮物仔俾大家噶。但係淨係俾坐好聽清楚指示嘅同學啊！嗱，而家呢，我哋即將會離開，但係我哋唔會落翻去㗎啦。咁一陣間呢，我哋係會上翻樓上你自己嘅課室，除非你係有體育堂啊！嗱，咁一陣間呢，你去排隊嘅時候，順便啲星獸大使會攞住一啲貼紙嘅印章呢，送俾大家嘅。咁咧送印章嘅同學呢，亦都請咧去翻